你好，歡迎嚟到覺醒從這裡開始嘅佛法解碼呢個系列。我哋一直都喺探索點樣用佛法去打開我哋內在嘅覺醒力量呢？上兩集我哋講過蓮花生大師嘅誕生同埋佢嘅降魔智慧，今日我哋要行入更深一層。蓮花生大師最核心嘅教導，心即佛，呢句說話簡單到得3個字，但入邊藏住一個人一生可以翻轉命運、翻轉人生嘅秘密。第一章，你以為要修成佛，其實你本來就係佛。但係蓮花生大師講，覺悟唔係修出嚟，佛性本來就喺你心入邊，即係話你唔需要變成另一個人先值得被愛、被原諒、被肯定。你而家嘅你，無論係有缺點、有煩惱、有情緒，其實都係佛性嘅一部分。就好似太陽有時俾雲遮住，但係太陽從來冇離開過。你唔需要擔心，只要吹散啲雲，光明自然會出現。第二章，點解我哋會忘記自己係佛？我哋之所以痛苦，唔係因為人生太難，而係我哋忘記咗自己嘅光。我哋被標籤、被比較、被傷害、被恐懼淹沒。我哋成日問，點解佢咁對我？點解我咁黑仔？但係蓮花生大師話，一切法從心造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，你以為世界喺外在，其實世界就喺你心入邊。只要專注係你嘅諗法、感受同反應，你就會吸引到點樣嘅人事同埋能量嚟圍住你。當你個心平靜嘅話，外邊嘅世界都會跟住變得安靜。你遇到嘅人、你講嘅說話以及你做嘅事，都開始柔和起嚟。但係當你心亂、充滿恐懼、焦慮、比較、批判，世界就會變成一面鏡。嗰面鏡會反映翻你未和解嘅部分。有時係一個令人嬲嘅人，有時係一個搞唔掂嘅工作，有時係一段令你痛苦嘅關係。所以蓮花生大師講，心亂則世界亂，心靜則萬物靜。你唔使去改變外邊任何人，你只要返到自己個心，嗰個一早就光亮慈悲清淨嘅真我。當你肯相信自己本來就有光，黑暗自然就會退，世界唔再需要你去對抗，因為你已經成為你自己嘅光。第3章，心即佛，點樣落地應用？有人會問，聽起嚟好好，但點樣應用喺生活入邊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喺事業上，當你面對壓力、焦慮、競爭，你唔好諗點解咁難，而係諗，我可以用佛心去做呢件事咩？其實佛心就係用清明、慈悲、專注去做每件事。當你咁做，你會發現你做嘅每一件事都開始順起上嚟。喺感情上，你唔再喺輸同贏，又或者係控制入邊兜圈，因為你知道你愛人嘅時候，其實你喺經驗慈悲，你唔再要求被邊個人去愛，因為你自己已經係愛。喺人際關係上，當你用佛心去睇人，你就會見到每一個人都係嚟幫你修煉嘅老師。冇敵人，只有一面鏡。第4章，一個心即佛嘅練習。我哋依家試下做一個簡單嘅練習。閉上眼，深呼吸3次。感受一下你自己嘅心，唔好去壓抑佢，唔好批判佢。再想象下，你而家好溫柔咁去擁抱住你自己。
同自己講，無論你而家係開心、唔開心、憤怒、恐懼，我都愛你。當你肯真心接納自己，嗰一刻你就已經同佛心接通咗。第5章，當你記得自己係佛，世界會變。當你開始活喺心即佛嘅狀態，你會發現世界真係變咗。以前你見到問題會焦慮，而家嘅你會微笑。以前你總係想控制別人，而家你學識放手。以前你係被外在定義，而家你由內在照亮外邊。因為你唔再需要不停去求菩薩去改變外邊發生嘅問題，你開始明白佛並唔喺你外邊，佢一直都喺你心入邊。當你向內行，當你用慈悲、智慧同覺知去面對生活，你就已經喺活出佛性。你唔再係拜佛嘅人，因為你已經成為咗一個覺醒嘅人。佛唔再係你仰望嘅對象，佛就係你此刻清明嘅心中。所以你唔需要再求菩薩去幫你改變世界，因為當你改變自己，世界已經跟住改變。蓮花生大師話，覺悟唔在彼岸，而在你此刻嘅心。所以唔好再追尋，唔好再懷疑。佛唔在天上，佢一直喺你心入邊。願蓮師嘅光令你心花盛放。多謝你收睇今集嘅佛法解碼。如果你睇完覺得呢條片令你心靈平靜咗，令你覺醒，又或者喺你心入邊發出一點點光，請你記得幫我哋分享出去。因為每一次轉發唔止係支持我哋嘅頻道，其實係一場善知識嘅流動。你一個分享，一個連結，就可能令另一個正在黑暗中迷失嘅人睇到光，記得返自己嘅力量。喺佛法入邊，令眾生聞法覺醒得益，呢個功德大過你想象。所以你嘅每一次分享都係一個播光嘅行動。你唔只係聽佛法，你喺成為佛法流動嘅一部分。願你因一念分享而種下無量功德。願蓮師光明護持你同所有有緣人。記得留言話我知，你係屬於外求型修行人定內觀型修行人？你最近有冇一刻突然感受到心即佛嘅力量？下一集我哋會講業力重啟蓮花生大師嘅靈魂轉化密碼。我哋下集見。